一群，你怎么了？立群，你先进去吧。老师，立群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们先回教室吧，下午的课马上就开始了。刚立群看我们眼神好奇怪啊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他好像被吓到的样子。也可能是郑老师，别忘了他做过什么事儿。咱们一会儿还直接修立群吧。嗯。您好，我是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张先生，请您将右手摊开，掌心向上。啊？你是人类，不是 AI。我当然是人类。谢谢你们的配合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